大家好，我係各位。房委會今年嘅4月初咧，就向轄下嘅24萬公屋住戶派發呢個富戶政策嘅申報表，亦都應地區嘅朋友嘅邀請啦，喺3月底同埋4月嘅期間呢，去到好多嘅屋邨方面呢，都做咗個居民會嘅，都介紹下富戶政策一啲嘅注意嘅事項，同埋新一期嘅居屋同埋綠置居一啲嘅資料嘅，都比較受歡迎㗎噃。咁啊，影片呢都想同大家專門介紹下富戶政策呢個表格當中一啲填寫嘅注意嘅地方嘅。如果收到表格嘅朋友嘅話呢，亦都唔識填寫呢，可以睇下影片嘅介紹啦。嗱，事不宜遲，先介紹下呢個表格嘅一啲詳細嘅內容嘅。留意翻啦，呢份表格呢係一個樣本嚟嘅啫，咁啊喺房委會嘅網站上邊呢就下載翻，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樣本點樣填寫嘅啫。真正嘅一個即係紙本嘅話呢，應該就會喺個4月初嘅時候呢入到去信箱裏邊嘅。大家如果收到呢個嘅表格嘅話呢，就可以慢慢去填寫翻。如果好多朋友都問到啦，收唔到呢份表格嘅話呢，會唔會擔心係漏咗我，冇叫我申報呢？咁如果冇申報嘅話，又擔心會唔會係即係被收公屋單位嘅情況嚟嘅。不過留意翻啦，有啲情況呢，亦都可能有啲嘅住戶唔需要交表嘅。頭先有講到啦，咁大概有24萬公屋住戶呢，今次要交表嘅，即係話呢，亦都有好多嘅住戶呢係唔需要去申報嘅。陣間都講下當中一啲嘅即係邊啲人士呢係唔需要申報呢個嘅表格嘅。不如講下一啲重點啊，因為個表格都比較多嘅文字，大家可能都會睇到頭痛嘅。嗱，先講下呢個交表嘅資料先。咁啊，呢個嘅表格嘅話呢，如果收到呢，咁啊喺嘅5月1號到5月嘅31號嘅期間，咁啊去翻交翻屋邨辦事處。咁啊，千祈就唔好話早過5月1號或者遲過嘅5月31號嘅時間，應該都足夠大家呢可以去交翻個表格俾屋邨辦事處嘅。同埋咧，填寫呢啲資料嘅話咧，嗰個嘅所謂截數嘅日期咧，係4月嘅30號嘅入息同埋資產嘅資料嚟嘅。咁啊，唔好話填寫咗係啲2月份啊、3月份嘅資料落去，要喺翻4月嘅30號嘅資料為準嘅。仲有講下啦噃，頭先都有啲嘅街坊都係經常都問到個問題就係，我今年真係冇收到呢份表格，係咪擔心即係 miss 咗我呢？咁樣一方面呢，可能有啲嘅住戶呢就未住滿10年嘅公屋單位，即係個單位嘅租約未滿10年嘅話呢，亦都唔需要填報呢個入息同埋資產嘅。另外啦，有啲嘅住戶當中咧，可能喺舊年已經填報過呢個富戶嘅表格，咁啊今年咧就唔需要申報嘅。咁啊每隔2年啊嘛，如果舊年即係2025年都填過呢個表，咁應該就2027年到，即係出年咧先至再同一時段咧去收到呢份表格，先至再填寫翻。咁啊今年就可以唔使填寫住嘅。亦都有啲嘅住戶可能都比較多啲咧，特別係啲老屋邨嘅街坊，特別係老街坊添嚇。咁啊，可能住得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啊，隨住年紀大啲，屋企嘅成員都大個咗啦。咁可能出邊買樓或者係結咗婚就搬嚟咗公屋單位，即係刪除咗個戶籍嘅話，成為咗咧呢個嘅所謂全長者嘅住戶，即係話屋企嘅所有嘅成員咧都年滿咗60歲或者更加年紀大啲嘅老友記。譬如話2個老人家得單位裏邊得2個嘅長者嘅住戶嘅話，咁啊都滿60歲嘅話，係可以豁免去申報呢個富戶嘅政策嘅表格，即係唔需要再申報入息、資產等等嘅相關嘅資料嘅。不過有啲朋友都問到啦，如果屋企裏邊呢有2個老人家，再加咗一個嘅即係仔女，咁啊點算呢？係咪都可以唔使申報啊？咁樣咁但係個仔女個年齡咧就未去到60歲咁年長嘅，都係比較後生啲，可能30零歲到啦咁樣。咁啊爸爸媽媽咧都滿咗60歲嘅話咧，呢個狀況之下咧就唔係全長者嘅住戶，都係仍然咧要申報呢個嘅富戶嘅入息同埋資產嘅資料嘅，大家留意翻啦噃。但係如果一啲嘅即係長者住戶當中，亦都有啲成員唔係長者，但係咧佢可能佢係領取緊呢個嘅綜援金，又或者係傷殘津貼嘅話，即係話咧成員當中咧所有嘅人都符合咗 A、B 同埋 C 3個嘅類別嘅組合嘅話咧，都可以係豁免申報呢個入息同埋資產嘅相關資料。頭先所講呢個例子就係2個老人家，再加一個咧可能領取緊呢個傷殘津貼嘅仔或者女嘅話咧，呢3個人咧都係符合咗 A 同埋 C 嘅組合，都可以係豁免申報呢個富戶嘅政策嘅。但係如果係唔係啦，全部都係 A、B、C 嘅話咧，咁就要申報呢個富戶嘅資料嘅。
咁啊，再講一下啦。咁啊，係呢個表格當中咧有3個嘅大嘅類別嘅，包括咗呢個嘅住宅物業嘅申報啦、資產嘅申報同埋入息嘅申報嘅。如果是但一樣都超出咗個標準嘅話咧，咁啊需要交翻公屋單位俾房屋署嘅。咁啊，如果係交嘅話咧，咁要幾時交屋咧？咁大家可能都會關心到嘅。嗱，先睇下一啲資料先。嗱，呢度都顯示翻啦。如果係擁有咗香港嘅住宅物業嘅成員嚇，咁啊填報嘅時候，咁啊如果即係表明有物業嘅話咧，咁啊將會喺呢個嘅即係不遲於咧呢個嘅今年嘅10月嘅31號咧，就會收到房屋署嘅通知咧，收翻公屋單位嘅，即係大概有5個月內嘅時間咧，就要搬離公屋單位嘅。又或者有啲嘅住戶都其實諗住啦，都不如都搬走啦，都可能出邊想買樓，又或者可能有其他嘅考慮啦，住屋嘅考慮嘅話，都諗住唔申報，都可能短期裏邊會搬走嘅噃。咁啊，就算如果係決定唔申報嘅話咧，都留意翻啦，咁都會同樣咧喺呢個10月嘅31號咧之前咧都收到個通知咧，就搬出公屋單位嘅。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啦，話如果唔好遲過咗咧5月3號咧就要交表格。如果係仍然想住公屋單位嘅朋友咧，千祈咧就唔好遲過呢個日子去交表啦。不過咧，如果係唔關物業事嘅，如果係一啲資產或者入息係超標又如何咧？咁樣咁啊喺呢個嘅入息同埋資產如果超標嘅話咧，咁啊將會喺出年嘅3月31號或者之前咁啊遷咗公屋單位嘅，即係大概係喺10個月嘅時間內咧就要搬離公屋單位嘅。咁啊想問一問嘅話，點樣係去釐定呢個100倍嘅資產嘅一個咁嘅標準咧？好多朋友都可能未必太過掌握。主要係睇翻公屋申請嗰個嘅相關嘅水平嘅。打比方所講啦，如果呢度嘅表格就係呢個嘅入息同埋資產喺富戶方面嗰個嘅分佈嘅情況。舉個例子，一人為例啦，如果係個資產值咧就講緊133萬內，咁就可以保留喺公屋單位裏邊居住嘅。咁啊點樣嚟呢個133萬咧？咁樣點樣計算出嚟咧？咁啊同翻呢個嘅公屋申請咧就相關聯嘅。咁啊今年嘅調整咗一人嘅申請公屋嘅入息嘅上限咧係13,230蚊，咁啊係扣除咗呢個嘅即係MPF 嘅。咁即係話13,000幾乘翻100倍，就變成咗呢133萬，即係4.51。即係話咧，其實公屋申請嗰個嘅情況咧，會影響咗呢個嘅富戶當中個資產值嘅嗰個嘅水平嘅情況。由於今年嘅喺3月份啦，房委會都開咗小組嘅會議，通過咗新一期嘅公屋嗰個入息同埋資產嘅限額嘅，都有調高咗一啲嘅入息同埋資產嘅水平。所以想睇翻自己最新呢，應該係符唔符合嘅話呢，就要睇翻最新呢個嘅表格，就唔好睇翻喺舊年嘅相關嘅資料啦噃。咁另一方面啦，呢個嘅喺入息嘅方面咧，亦都係如果超過咗5倍嘅話咧，都會被終止個租約嘅。同樣地咧，都喺翻呢個嘅表格，即係話咧呢個嘅5倍嘅話咧，一人嘅家庭嘅話咧，咁啊公屋申請就13,000蚊鬆啲，乘翻5倍嘅話咧，就去到66,150蚊。如果超過咗呢個水平嘅話咧，就要遷出公屋單位。咁其實都相當之高嘅入息嚟嘅。除咗係可能係出邊租樓之外咧，亦都可以去諗下係咪其他嘅置業嘅方式都可以。相信咧都係一個比較高嘅收入嘅情況嚟嘅。咁呢個就介紹咗喺入息、資產同埋物業方面咧，如果係超過咗一啲標準嘅話咧，就會係被收回公屋單位嘅。仲有啦，如果係有擁有呢個香港嘅住宅物業嘅成員啊，不過係佢自己想自己住啫，咁我其他屋企譬如爸爸媽媽咧都想喺公屋單位入邊居住，咁點算呢？會唔會成個單位都被收回啦？咁樣咁呢個喺擁有咗物業嘅一個成員嘅話咧，就要向即係屋邨辦事處咧喺呢個物業擁有咗1個月裏邊咧就通知翻房署，同埋咧順便亦都係刪除相關嘅戶籍嘅，因為咧佢已經係擁有咗相關嘅住宅物業啦。咁刪除咗之後嘅話咧，嗰個單位裏邊咧就唔再有人去擁有呢個香港嘅物業嘅話咧，都唔太影響咗大家居住嘅嗰個嘅狀況嘅。咁好啦，都想講多少少啦，因為咧亦都有啲嘅即係所謂購買呢個物業方面咧，其實喺舊年嘅上半年，房委會亦都係有啲調整咗物業方面一啲嘅規定嘅。如果相關嘅物業咧，其實講緊係一啲嘅所謂樓花嘅話啦，因為樓花就未收到樓，
特別是一啲可能係用白表嘅方式去購買一啲樓花嘅居屋嘅話啦，咁都未收到樓，咁點算呢？咁刪除咗個戶籍都唔知住邊度，又可能要俾筆錢去租樓噶噃。咁呢度你都係有個嘅即係調整咗呢。如果係樓花方面嘅話呢，你可以向翻房屋署呢，無論係私樓或者係居屋都好啦，可以去即係申報翻呢個係屬於一個樓花嘅物業，提供翻呢個所謂嘅關鍵日期，即係入伙嘅時間，去證明翻呢個單位呢其實未收到樓嘅，亦都可以呢保留翻喺度居住嘅資格，亦都唔影響咗大家呢因為物業方面嘅情況被收屋嘅。好啦，再講下一啲關於申報上面，大家可能都會有關注到啦。咁樣頭先講到咧，物業方面咧，其實做咗一啲比較大嘅調整嘅。呢度咧亦都有拆開咗咧，每一個成員當中咧都要去申報一啲物業方面嘅狀況嘅噃。譬如話擁有嘅物業係咪有啦？同埋如果有嘅話咧，呢個物業嘅地址喺邊度嘅？亦都加咗一啲咧，係咪呢個物業係咪已經係即係簽咗個轉讓契據，即係嗰個買賣協議係咪已經生效咗咧？咁樣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屬於擁有物業嘅。但係如果呢個物業係樓花嘅話咧，咁亦都係備註翻咧喺個未簽個轉讓契據，即係律師樓去簽樓契未註嘅噃。咁留意翻呢個嘅係關鍵日係幾時去落成呢？咁樣咁都見到咧呢個都未收樓嘅，咁可能等到收樓嗰刻攞鎖匙咧，先至需要刪除個戶籍嘅。咁亦都有啲嘅狀況，可能遺產承繼呢度都係講咗少少嘅。咁喺舊年嘅同時間都調整咗，擁有呢個遺產嘅物業嘅話咧，如果都未正式處理晒嗰個物業嘅業權嘅話咧，咁都房委會都係會等到大家咧完成晒呢個物業嘅即係嗰個業權嗰個嘅狀況咧，先至會界定翻大家擁有呢個物業咁就可以去刪除個戶籍。咁未去處理晒嘅話咧，咁亦都唔會即刻收屋嘅情況嚟嘅。亦都有啲網友都問過呢個問題。物業方面咧，就係呢個嘅版面上面咧就會填寫翻一啲資料嘅。跟住咧就係資產方面啦。咁資產都好簡單嘅，咁都係去一個總括大家咧嗰個屋企裏邊當中嘅所有成員咧個資產值加埋個總數咧超唔超過100倍嘅啫。咁如果係即係唔超過嘅話咧，就填寫翻就係唔超過相關嘅呢個資產值就可以啦。不過如果房屋署咧都發現有啲懷疑啦，呢個嘅家庭咧啲資產係咪都可以進一步咧再去想睇多啲，咁可能會係做一啲風險嘅評估啦，咁都可能會抽一啲嘅住戶咧，要求咧佢會再俾多啲詳細嘅資產嘅資料嘅文件嚟嘅。等大家喺申報嘅時候咧就唔好咁輕率咧就唔加咗總數咧就覺得唔超100倍呢個都要留意翻咧，先做個總數加先都係我覺得係符合翻即係唔超100倍咧先至好剔呢個格仔喎。跟住啦，亦都可以去再介紹下呢個入息方面嘅，都係將所有嘅成員當中嘅一啲入息，無論係一個全職又好或者兼職都好咧，所有嘅人工都係填寫翻呢一個嘅格仔裏邊嘅，睇翻嗰個嘅入息超唔超標。特別是都想講多少少一啲物業方面嘅話。有啲朋友都問到啦，如果係頭先講到啦，喺香港擁有呢個住宅物業就唔得啦，公屋住戶無論個單位係大啊、細啊、貴同埋平都好，喺香港擁有呢個住宅物業都係唔得嘅。但係如果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咧，擁有一啲嘅住宅物業，譬如話可能比較多啲嘅朋友咧喺內地或者可能即係大灣區裏邊咧擁有一啲嘅住房嘅話，得唔得咧？咁樣答案方面咧，其實係就話冇話唔得嘅。不過咧要睇翻嗰個嘅物業嘅價值高唔高，因為呢個物業咧係會計算呢個資產嘅價值。如果你話加埋個倍數超過100倍嘅話咧，咁物業方面咧就似乎咧就好貴啦噃，咁就唔符合公屋嘅居住嘅資格。除咗呢個資產值計算之外咧，呢個單位呢個物業咧有冇出租到喎？出租嘅話咧都係有個收入嘅，都會視為呢個嘅即係入息嘅一部分，都要去填寫翻相關一啲嘅資料嘅。譬如話有冇出租啦，如果出租有冇租金嘅收入等等，咁計算翻嗰個家庭嘅入息情況。咁呢個咧亦都介紹翻呢個嘅入息
資產同埋呢啲嘅即係物業嘅情況。如果有啲個案嘅話咧，屋企裏邊我唔係好想俾屋企人知自己有幾多資產咁樣，或者係啲嘅入息嘅狀況嘅話咧，咁啊唯有去分開去申報翻一啲嘅資料。不過分開報嘅話咧，就有一個動作都要做多啲，就係咧將呢個資產嘅部分咧都要去列明晒所有一啲唔同嘅成員當中個資產值係幾多錢，咁啊由翻房屋署咧去組合翻呢個資產值嘅情況。但係如果係唔係分拆去申報嘅，一齊去申報嘅話咧，只係需要去填報咧超唔超過100倍就可以啦。咁啊睇下大家自己有冇呢個需要咧，要分開去申報一啲嘅家庭嘅入息同埋資產嘅狀況噶噃。咁啊，入息方面咧，好多朋友都問到咧，可能都唔係好識得計算啦，一啲嘅人工啦，譬如一啲嘅譬如點樣計算個百分比啊，或者一啲嘅平均數等等。咁啊之後咧，影片可以介紹下一啲入息點樣計算翻嗰個狀況嘅。咁啊，最後填寫晒之後嘅話咧，咁就可以係填寫翻一啲個人嘅資料。簽翻署，咁啊可以確認翻，特別是個日期方面咧，就千祈唔好填寫翻5月1號之前啊，喺5月1號到5月3號期間嘅日期嘅。咁啊呢份表格咧，其實又唔算話太過複雜嘅，不過比較多啲嘅資料咧，就喺個嘅申報嘅一啲注意嘅須知嘅事項。咁啊特別都可以介紹到一啲有冇呢嘅入息資產可以豁免或者係要計算嘅內容等等。咁啊稍後時間咧，同大家都去詳細去介紹下一啲嘅人工方面咧點樣去計算啦，同埋啲資產係邊啲要計算嘅情況嚟嘅，或者有冇啲咩資產係可以豁免去計算噶噃。咁同大家概括下，介紹咗一個嘅表格上面一啲比較簡單概括一啲注意嘅地方，希望幫大家可以去容易啲去填寫翻呢個嘅表格嘅。如果真係填寫有困難嘅話咧，咁可以建議大家譬如揾翻一啲屋邨辦事處嘅同事幫下手啦，或者可能喺當區嘅區議員咧都會樂意同大家咧去填寫翻，或者係協助翻大家填寫翻相關嘅表格嘅。今日講到咁先，我哋下次片再見啦噃，拜拜。